呢個係安撫收集。喺開始嘅時候，有意調整坐姿，返到去一個舒服、穩妥而覺醒嘅姿勢，亦都可以調整完坐姿之後，可以有意留心一下依家坐喺度嘅感覺，特別係身體被承托、支持嘅地方。藉住有意留心自己依家坐喺度嘅感覺，提醒一下自己，可以放開對過去嘅糾纏。亦都唔需要急於計劃將來，就只係好好感受。係啊，我而家坐咗喺呢一度，安住於當下，覺得合適，可以有意掃描一下整個嘅身體，留心一下每個身體嘅部分，同時試下放開不必要嘅緊張，放鬆而開放。由腳板開始，腳掌、小腿、膝頭、大髀、臀部、背脊、腹部、心口、雙手、肩膊、頸、頭部，然後可以喺下一下吸氣嚟嘅時候，容讓注意力放到去呼吸上邊，可以有意留心一下腹部，隨住呼吸嘅一進一縮。如果話腹部唔係呼吸感覺最明顯嘅地方，咁亦都可以選擇留心心口或者鼻孔，讓注意力放喺呢個身體部分，藉住留心呢個部分嘅變化，去留意住整個嘅吸入，整個嘅呼出，而亦都記得唔需要追求啲乜嘢特定嘅境界，唔需要強求做到啲乜嘢嘢，只係如實觀察呼吸，自然嘅變化。
如果覺得合適，可以開始數息。如果覺得合適，可以開始喺呼氣嘅時候數息，好似吸氣、呼氣，一、吸氣、呼氣，二。試下跟隨住呼吸自然嘅節奏，由一數到10，然後再由一開始數起。而好多時喺呼氣嘅時候數息，可以幫助支持我哋放開、放下。如果發現喺過程中個心游走咗，純粹知道，然後溫柔穩定將心帶返到呼吸數息當中，可能係繼續數返下一個數字，又或者忘記咗數到幾多，可以純粹由一開始繼續數起。
如果覺得合適，可以試下今次由吸氣開始數息，可以呼一口氣，吸氣，心中默數1，呼氣，吸2，呼氣，吸氣3，呼氣，如此類推。好多時喺吸氣嘅時候數息，可以吸入新鮮嘅空氣，支持滋養自己。如果發現個心不其然走咗去諗嘢，跌咗入去思緒嘅當中，亦都記得呢個係好正常嘅現象，甚或乎係練習嘅一部分。睇下自己只係需要知道個心游走咗，然後溫柔帶返佢返嚟。繼續安住返喺呼吸，繼續數息嘅收集當中。
如果覺得合適，可以試下放開數息嘅收集，純粹讓注意力安頓於當下，以呼吸、身體為錨，可能會留心到注意力安住於呼吸、身體，可以支持內在嘅一份安定、臨在。記得，就算留心到分心，試下純然覺知，輕柔放開，再藉住重新回到呼吸身體，臨在於當下，此時此刻。呢個收集就快結束，可以選擇用自己覺得合適嘅方法去結束呢一個收集。可能係輕輕畀一個擁抱自己，可能係雙手放喺心嘅位置，又或者係合十雙手，溫柔送一個鞠躬畀自己，或者純然就係帶住覺察，慢慢張開眼睛。